今日要講嘅故事叫《愛打窿嘅鼴鼠莫索》。有一隻鼴鼠仔叫莫索，佢最中意喺地下摸下摸下咁打窿，因為地下面好黑噶，咩都睇唔到，所以鼴鼠仔成日都靠住自己嘅感覺，向東、向南、向西、向北咁打窿。每當佢將個窿挖出地面嘅時候，佢就會走出個地窿，左望望，右望望，睇下四周圍美麗嘅風景，吸一啖新鮮嘅空氣。呢一啲係佢最快樂、最享受嘅時候。如果喺窿外邊咁啱有一棵蘋果樹或者梨樹嘅話，咁就更加正啦。跌咗落地下嘅蘋果同埋梨可以令佢食餐飽嘅，佢仲可以揀幾個靚嘅帶返入窿裏邊。呢個時候嘅莫索係全世界最快樂嘅鼴鼠。不過喺地下打窿有時都幾冒險噶。有一次佢將個窿打到去狐狸嘅屋企，狐狸咁啱餓住個肚，正喺度愁緊冇嘢落鑊。隻鼴鼠仔差啲就俾狐狸捉住掉咗入個湯鑊度啦。仲有一次啊，佢將個窿打到去一隻黑熊嘅山窿度，隻黑熊嬲到毛都凍起晒。雖然鼴鼠莫索猛咁講對唔住，而且保證會將個窿填翻埋，但係隻黑熊都仲係伸出咗嗰隻大熊爪，砰一聲拍咗落去鼴鼠嗰邊。好在鼴鼠仔匿得快，嗰隻熊掌啱啱打咗落去離佢有一啲啲遠嘅地方。哇！當堂就好似發生咗一場地震咁，震到個山窿上面啲泥都滴滴答答咁跌晒落嚟。隻鼴鼠仔即刻攬住個頭走夾唔唞啊！有一日，鼴鼠仔莫索打窿嘅時候，喺洞外邊嘅草地上邊發現咗一隻大蘑菇。鼴鼠仔即刻摘咗個蘑菇，將佢拖咗入洞口。佢想再另外打一個窿，挖一條離佢屋企更加近嘅通道，咁樣可以快啲將個蘑菇運返屋企。但係佢挖咗冇耐，佢就聽見噗一聲，自己個頭就已經伸咗入去田鼠巫婆嘅屋企。田鼠巫婆而家正坐喺一把好古老嘅搖凳上邊，喺燈下邊讀緊佢最中意嘅魔法書。隻鼴鼠仔嚇親啦，佢即刻話：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，打攪晒啦，我唔係有心噶。為咗向田鼠巫婆表示歉意，鼴鼠仔將嗰隻大蘑菇留咗俾田鼠巫婆，然之後就用最快嘅速度將頭先挖出嚟嘅洞口填翻埋。但係鼴鼠仔一轉身，啱啱填翻埋嘅窿又俾人打開咗。田鼠巫婆追咗過嚟話：對唔住啊，我都打攪你一下。田鼠巫婆嚟到咗鼴鼠莫索身邊，佢話：你係一隻講禮貌又識規矩嘅鼴鼠仔，我唔可以白白攞你嘅蘑菇嘅。講下講下，佢就細細聲咁念起咗咒語，摸咗一摸鼴鼠仔莫索毛神神嘅頭仔。去啦，又勤力又講禮貌嘅鼴鼠仔，你以後會更加快樂嘅。從此之後，鼴鼠仔莫索就有咗一樣神奇嘅本事，佢可以一路挖窿，一路豎起隻耳仔聽，擁起個鼻嚟聞。假如佢聽到遠處有兔仔喺度講笑，或者聞到黑熊喺度燒粟米餅嘅味道，佢就知道前邊有人哋嘅屋企，佢就可以好快咁轉方向，咁就唔會挖到去人哋屋企打攪人哋啦。如果聽到冇幾遠嘅地方有泉水叮咚咁響，有樹葉沙沙聲響，或者聞到野花同埋水果嘅香味，咁洞外邊一定就係有好靚嘅風景啦。每當鼴鼠仔喺洞外邊享受風景，食住甜甜嘅水果嘅時候，佢都會話：我要多謝田鼠巫婆啊，我唔會唔記得講禮貌、講規矩帶俾我嘅好處㗎。